复赛第3枪的比赛应该说是对于刘翔来说，事实上是一场决定胜负的比赛。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，那么大家就都有机会。跑道上的8个选手，谁都有晋级奖牌的机会，因为大家这几个选手的这个实力是差不多的嘛。因为我们这个指导项目，就0.1秒可以区分出10个名次，就0.01秒就可以决定一个名次。甚至于这个成绩相同的情况下面，他也可以判别一个名次。就有一次在罗马，那个艾伦·强森和刘翔同场比赛，成绩一样，从任何部位看都一样，但是最后结果呢，因为艾伦·强森他的脚，他可能是鞋大吧，他这个脚趾头在前面，就是判他为冠军。其实我每一次比赛，我从来不研究别人，我都是管我自己跑。对，你没必要，我觉得把很多时间和精力也用在研究对手方面、了解对手方面。我只觉得把自己做得更好，跑得更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无法想象得到那种刀光剑影的那种气氛，真的只有身临现场的人才会感觉到这一点。半决赛的时候已经给人这样的感觉了。我记得当时半决赛的时候，我跟摄像好不容易混进热身场，热身场是不允许媒体进入的。当时是历尽千辛万苦，可以说跟当地的管理者使劲的沟通，然后又送这个北京2008奥运会的一些纪念品给他们，终于进到了热身场。我们在400米跑道的一个对角线开始吊着拍刘翔，当时不敢到跟前去惊动他。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觉得这场比赛刘翔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然后就悄悄的到100米起点的那个地方。刘翔在跑道上热身的时候，他其他几个对手那几个黑人选手也在旁边热身，刘翔根本就是旁若无人的一种状态，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，反而那些对手在一个劲儿的观察刘翔，在看他是不是，看他在做什么，准备什么。觉得都是黑人、白人、亚洲人，就我自己，一定要就捍卫这种荣誉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，就算输给他们，自己也要拼出来。我记得当时田径中心的罗超毅主任、总教练冯树勇也在旁边看刘翔，但是离着很远，你能感觉到他们不想引起刘翔的注意，不想让刘翔发现他们也在看刘翔的热身。罗超毅主任看刘翔马上要进场去检录了，走过去拍了拍刘翔肩膀，说：“刘翔，加油啊！”我要离开的话，我总得跟他打个招呼吧。鼓励一下。但是打招呼的当时已经很敏感了，说什么好？你要说多了，说的不对，可能会影响他，对他心理会发生变化。最后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：“刘翔，加把劲儿。”但他其实最后他在记者采访，他告诉他的主任当时跟我说：“刘翔，祝你好运。”刘翔就像不认识，就像看着刘超毅主任的时候，就像不认识他一样。但当时我跟他说完了以后，他是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当时我觉得特别奇怪，我说怎么刘翔没有一反应，而且是领导过来鼓励你，你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是吧？眼睛看着我，但是没有任何表情，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后来就马上就明白了那个感受，就是他太集中精力了，非常集中精力，那种就是有一种排他性的集中，别人跟你说话你根本感觉不到，听不见，人在特别集中的时候，特别紧张的那种状态下，好像听不见其他的声音，完全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去了。他也没有戴耳机，其他的几个黑人选手我看好像有在听音乐的，但他没有看，也没有听，就进场比赛了。因为我完全是融入到一个自我的状态，对，其他什么都不管，就想着比赛，就想着冲到终点。作为刘翔来讲，他不可能随随便便上去跑就能跑出很好这个强度，
他必须得动员起来，他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全部集中在一起，把体力调动到最好。因为我和我教练都商量好的，因为之前怎么跑，预赛、次赛只要跑30，复赛跑20就可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100%可以说是可以进下一轮的。我们的目标也是进下一轮，把所有的精力和力量还是留到决赛。比赛开始，刘翔在前面靠的还是非常的稳健。13秒19，很轻松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1。因为奥运会不像国内什么比赛，只要跑2项就可以了。他对体力的要求是